4个女医生，伊拢伫园林咧开业的，拢是去日本读医科的。日治时期，女性做医生真罕见。伫中华园林一个小小的所在，墙拄墙有4位女医师，勇敢追求自我，是苏当时女性的模范。100年历史拢是 his story， 毋是 her story。1932年，谢洪秀基甲洪婿谢如常做伙伫中华园林开设资生病院，伫保守传统的年代，替在地女性拍开妇产医疗保障的大门。谢洪秀芝医师，伊是园林第一个开始开业的女医师。伊本身是负责妇产科，因是读中华理中，以前叫中华高理，伊是第一届毕业生。伊嘛是中华高理第一个女医师。我出来是安尼吼，查某医生才来讲，伊才看到讲，人查某无啥做医生安尼，遐尼老，吼，伊通目睭救起来，决心讲安尼我要来读医生安尼，阮阿公伊讲，你读书要紧，不过一个条件，甲我嫁。阮爸爸一命，我妈妈嘛一命咧，都一命甲一命吼，都互伊结婚都好啊。这4个女医师内底，敢若伊挂目镜，看伊的相片，伊拢安尼闪闪啊，感觉较忝，应该看诊的负担无咱正重。写成因太太目镜挂咧，做心挂咧，不算是看着感觉讲真无用。像我妈妈嘛是，安尼遮细呢，冷食咧，再去看患者伫遐等呢。阮爸爸插光的较济咧，较早有阮妈妈。谢如常医师，伊本身就是较海派，较爱交朋友。事实这个资生医吼，主要是拢因太太洪秀基咧负责。你讲伊妇产科，毋过有点内科，伊嘛是会兼咧看。谢如常的太太是大家对伊熟悉称呼，也是制约妇病的善心医师，佮参与地方妇女教化，担任妇女会要职，担起女性知识分子的责任。同款是中华高女毕业的周秀娥，也去日本学习医科，返来台湾了后，伫中华基督教病院担任妇产科医师。周医师较特别的所在是，伊本身原来是妇产科，伊结婚2年外，因先生就过身去，伊感觉伊应该继续互周安科经营落，所以伊搁去台大重新搁学眼科。周秀娥加做马街病院第一位眼科医师甲眼科主任，尾手返来园林接续洪婿职业，甲周眼科的扛棒重新挂起来。我的爸爸是眼科，我的妈妈想讲爱延续，后来我嘛是选眼科。真温柔，真修心，坐车子在汽车里面还打伞，他就怕晒太阳。周医师佫真亲切，伊的印象拢要即卖要地，优秀优秀啦，看着就感觉讲真也煞死安尼吼。伊有做妇联会热心公益。周秀娥是家族内底基督教第3代，并由咱台湾出席分师，也是教会内底头一位女性长老，热心参与公共事务，担任妇女会理事长，开设妇女设计所，鼓励女性爱学习家己的专长。看伊足侪伊的相片吼，我有注意到，伊拢坐伫头前排，坐伫活中，伊应该伫迄当时，伊就有真悬的社会地位。秀娥医师看诊到72岁才退休，用智慧甲坚定，透过信仰面对坎坷甲折磨，投入妇女运动，奉献社会。看到即几个女医生，就知影讲，和过去传统无共啊。不但去读高理，搁互伊去日本读册，这本来就和传统的真无共款。所以我感觉因伫迄个时代拢有突破性。